夜幕下，科技嘅火焰即將燃點，零售業嘅力量即將爆發。創新科技就好似零售業嘅一對翼，喺轉型嘅關鍵時刻向上提升，飛越未來。優質服務係零售商同顧客之間嘅重要橋樑，善用新零售科技同持續提升服務水平，先可以令到呢條橋更加穩固。近年嘅種種挑戰就好似一個個嘅漩渦，要避免螺旋向下，必須積極奮進。零售業憑住智慧、團結以及創新精神，必定可以重新綻放光芒。喺香港，創新與傳統交織，科技與零售共鳴。HKRMA 同大家砥礪前行，零售轉型破局求變，邁向未來。